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5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25节，罗马书第8章14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圣神的引带。耶稣基督伊应允要赏赐一个保惠师，迄个目的是要爱护基督徒会记得伊的教导甲一切的诫命。安尼意思其实就是讲，圣神要引带咱行伫伊耶稣基督的道路顶悬，继续来往前，往这个正确的方向来去行。直到耶稣基督过来的日子，安尼就亲像早前上帝差遣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经过旷野到西奈山骹来敬拜伊，来对伊领受10诫的诫命。昨咱伫读经分享的中间也有提到着。迄个日时的分条，暗暝的花条，就是圣神的引带。甚至伫西奈山的下骹，以色列人看见上帝伫迄个火中间来降临。圣经讲第3日早起，雷四呐一直交加。一对密云伫山顶来出现，号角的声大震，伫营里的人民听见着这个声，就拢皮皮喘。摩西带领着因出帐棚来朝见上帝，因拢踮伫个山骹下。整个的西奈山拢去互这个云雾来搭掉的，因为上主伫火中间来降临，这个烟亲像摇呢冲出来的烟，全体的人民真强烈伫遐袅袅出。伫这个所在形容上帝就亲像迄个火。亲像迄个烟，迄个梦，也亲像迄个窑内底冲出来的真重的烟共款。安尼形容其实真亲像伫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记载着圣神降临节的这个情形共款。圣经讲五旬节迄一天，信徒拢聚集伫一个所在。忽然有声音对天顶落来，亲像一阵大风扇过的声音，充满着因坐的规间的躯体。因又搁看见形状亲像火焰的纸散开，停落伫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因拢互圣神来充满。照着圣神所赏赐的，才会通开始讲起别种的语言来。圣神亲像火焰的纸共款，降临伫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因带使徒开始使用方言来传福音，带领人来归主。伫出埃及记19章的经文继续安尼记载。这个时，号角的声愈来愈响。摩西讲话，上帝用雷来回答伊。上主降临伫西奈山顶，调摩西上山。摩西就上山，上主就对伊讲：“你落去警告人民，毋通超越这个界线来看我。若无，会有济人死亡。”就连着祭司也必须爱洁净家己，
才会当行军来靠近我。若无，我要来处罚因。摩西对上主讲：你的子民袂活起来，因为你已经吩咐阮，着爱用这个山作为神圣，并且伫山边来设立界限。上帝对摩西讲：你落去，将阿伦带起来。但是祭司甲人民袂当超越过界限来到伫我遮，若无我会处罚因。所以安尼，摩西落山，转去到人民遐，将上帝话来甲因讲。这一群互圣神引带出旷野，来到伫西奈山骹敬拜上帝以色列人。因必须爱继续来领受上帝的诫命，来归主，来军队，来服侍敬拜上帝。因对毋捌的上帝，事实上是因为因已经经过430天受到埃及的统治的生活了后，已经袂记这上帝。因安尼来进一步重新来认捌上帝。领受10条诫的规范来跟对上帝，因为领受诫命，而且遵行诫命，会通来甲上帝立约，建立好佮亲密的关系。这就好亲像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17节的经文，耶稣基督讲到的真葡萄树的譬如。耶稣基督讲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的爸是园丁。所有连接伫我无结果子的话，就要甲伊剪掉；会通结果子的枝，就要甲伊修剪，互伊来结搁较济的果子。我对恁来讲的信息，是已经互恁得到清气啊！恁着爱常常甲我来结连，我就常常甲恁结连做伙。若是无甲我结连的，恁就袂会结出果子。亲像迄个枝无甲葡萄树连结做伙，就袂当结果子共款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。迄常常甲我结连的，我嘛常常甲因结连。必定会通结济济的果子，因为若无我，恁什么都袂会做。迄个无甲我结连的人，就要互人单掉，亲像高大的枝，互人单掉，互人捡去献伫火内底来烧。如果恁常常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也常存伫恁的内面，恁无论要伫什么求，就会得到。伫主的内面，就是爱顺服基督的引带，活出美好的见证，就会通荣耀归乎上帝的圣名。亲像第8节的经文安尼讲的，我的老爸将因为恁来结济济的果子来得到荣耀，因为安尼恁就要成做我的门徒啊。保罗写互罗马教会基督徒的批的中间，也是安尼来提醒。伊搁较进一步来讲。伊讲，互上帝的神引带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儿女。保罗讲，凡若是互上帝的神引带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儿女。因为上帝所赏赐的神，毋是要来甲恁落咧，是要互恁，嘛毋是要互恁来活伫这个恐慌的中间。乃是要互恁有上帝儿女的名分，藉着圣神，咱来向上帝呼求，阿爸，我的爸。上帝的神甲咱的神一同来证实，咱就是上帝的儿女。
既然是上帝的儿女，咱就享有上帝为着伊的子民所备办的福分，也要甲基督同享受上帝为着伊所保留的。因为只有咱分担基督的苦难，咱也要分享伊的荣耀。因为上帝的神甲咱的神一同见证，咱是上帝的儿女。因为咱所领受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伫主祷文的祈祷，咱安尼祈祷讲，阮伫天里的爸。保罗嘛是讲，一旦咱领受着圣神的引带，就无搁再做奴隶，是要来成做上帝的儿女啊。保罗讲了真明白，当咱成做上帝儿女了后，就必定会享受伊为着伊的子民所备办的福分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。认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，受拣选做伊产业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上主对天顶伫看，看见拢总的世间人，伊为着伊的宝座看落去，看地上所有的子民，伊做正人的心，了解因一切的作为。君王袂因为兵多就胜利，勇士袂因为气力大就赢。靠战马无一定会赚赢，靠马的威力无一定会救人。上主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，伊会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。保存因度过艰远，阮的心神听候上主，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。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倚靠伊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愿你的慈爱施乐互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恳求上帝，互阮领受圣神的充满。领受圣神的气力，军队圣神的引带，成做你的儿女，会通蒙恩得福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